2015年8月，我哋去咗董培新先生喺溫哥華嘅寓所拍攝。佢裏面俾我印象最深刻嘅唔係佢嘅畫室，而係佢嘅音樂室。我喺裏面見到好多大大小小、不同形狀同埋質地嘅木頭，有啲細到好似粒塵咁。佢哋擺設嘅方法，即刻令我諗起武俠小說裏邊嗰啲陣。就係呢個組合咧，係玩 Hi-Fi 嗰啲人咧，其實會拗頭嘅，係違反一切常理。一般嚟講，即係如果一個 Hi-Fi 房，一般個常理係點樣？有好多黃金定律嘅，我完全唔去理啲黃金定律嘅嚇，就用耳仔收貨咯。就係咁樣砌法，從一粒微塵到一個又一個嘅陣，再到整體嘅局。董先生話佢用咗20年嘅時間先至完成呢個音樂室。其實全部都有玄機嘅，可以用一點比芝麻仲要細嘅嘢，完全改變佢嘅聲。其實董先生嘅創作方法又何嘗唔係咁呢？嗱，而家打橫動咧，係而家係個紋理係咁樣，如果咁樣動咧，又唔同噶啦。咁樣動咧就會係尖細一啲嘅，即係尖細一啲啊。咁樣動咧就係平滑一啲嘅。好似你話，個小提琴都聽唔到個弦嗰啲嘶聲嘅。咁我或者我整一粒好細嘅嘢，之後我用當然我知道我用咩方法去擲住，用乜嘢擲住佢咧。咁樣你再聽翻頭先嗰段，嗰啲好細嘅原聲就會走出嚟嘅。講下呢個點解會有呢啲桶咧？同埋呢個嗱，呢個係個發泡膠，係嚇，即係點？譬如呢一組係點？即係你揭開咗我秘密。其實呢個係低頻搜集器。或者話篤咁去搞掂啦。咁個掛畫方面，用好多發泡膠。咁有時一燉嗰種發泡膠，係咁樣出嚟。哇！原來咁勁嘅，俾佢發泡膠會發出咁勁嘅低頻嘅咁樣。裝畫要用咁啊，咪買啲建築用嘅東西又好鬼平嘅，就係因為我去裝畫，咁有條瀝嘅時候咧，一滴瀝一撞到個地下，咁樣哇！我用個桶再加發泡膠嚟去自然震盪，咁樣係可以搜集低頻嘅，可以將佢咁嚟試，我真係得。即係佢仲要可以將個低頻去延展到30周以後。董培新1942年喺廣西梧州出生，喺廣州長大，自細就中意美術。中學時期得到老師嘅特別准許，已經飽覽圖書館嘅美術藏書。1957年，因為政治環境嘅變化，被迫離開廣州，嚟到香港謀生。我們正處在一個空前未有的偉大時代。
国际上是东风压倒西风，国内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工农业生產方面正出現着前所未有的大躍進的局面。唔中意政治，56到57年嘅時候咧，畫過政治畫、政治宣傳畫。政府機構咧就揾一班讀緊書嘅後生仔去畫一啲宣傳畫。喺個百花齊放嘅時候開始，咁我哋接到 order 啦，就因為而家咧政治開放，黨啊國家好想知道人民嗰個思想係點樣樣，我哋用一個好開明嘅態度去接受意見。原來我哋畫係引蛇出洞，做咗幫手，好多人坐監啊，有好多生生死死都好多啊，知道冇辦法生活落去，因為屋企自從解放後，即係由資產階級變咗無產階級。我哋一直都過住非常貧窮嘅生活，屋企係一路只係變賣嘢食飯，賣嘢為生。咁樣再到56、57嘅時候，真係如果唔走出去就大件事啦。嗰陣時會跟住一個大饑荒，一定捱唔住嘅，一定。嚟到香港初期，董培生住喺一間有30幾人住埋一齊嘅舊樓裏面。最大嘅娛樂就係聽收費電台麗的呼聲每日廣播，同埋去租書檔租翻嚟睇嘅武俠小說。1958年佢16歲，佢揾到佢嘅第一份，亦都係以後都冇再離開過嘅工作——畫小說插圖。第2年，明報、新報相繼創刊。我入去新報嘅都係一嚿雲啫嘛，17歲嗰陣時。嗰陣時，其他嘅插畫家有冇好似你咁後生、咁細個啊？應該冇。嗰陣時有好多高寶啦、丁剛啦，即係歐前啦、陸雲啦。當時陸雲係聽講話係好高稿費㗎。嗰陣時好似有20幾蚊稿費一張畫，我攞個半。除咗新報就其他刊物啊，其他嘅都佔起碼1半以上嘅香港出品物，上至道長文集，下至嗰啲咩男子漢啊嗰啲都有畫。其實嚟講，如果咁收入都算相當唔錯啦，開始係咪？因為個量咁大。係啊，即係大約有10個人嘅收入，但係我又有9個人食飯，買鞋都要買9對。
1961年，新報成立咗先學港聯公司，進軍粵語片影壇。不過忽然間苗康義嗰時係好悶，要揾老細支持拍戲，咁咪揾到羅東。佢自己又諗，我拍電影可能比其他嘅拍電影係有一個優勢，因為佢手上邊有張新報，有個環球出版社，公司裏邊又有嘅好多古仔係可以演變成電影。啱啱新報出版社嗰度就出緊《仙學神針》，咁《仙學神針》有個古仔，其實《仙學神針》點樣係盜版？係咩？係《仙學神針》係一個盜版。嗰陣時咧就全世界都係冇嗰啲版權意識嘅，即係將台灣中央日報連載嘅小説。本來咧，做者柯龍生嗰啲編輯咧就改頭換面，本來原著嗰個書名都唔記得。即係佢本身原來唔係叫《仙學神針》嘅。咁馬君武係一個好出名嘅文學家，但係你將呢個文學家即係改做一個武俠嘅主角。咁但係個作者名嗰陣時，柯龍生咧。柯龍生嗰陣時唔係叫我，因為叫金童。嗱嗰陣時金庸紅啊嘛。金童。因為改做金童。哦。老闆係一個好叻去控制錢嘅人。即係董培生橫掂喺度畫畫。你幫我做下一個啊，做埋所有一切宣傳嘅嘢，同埋你入去廠睇下嗰啲嘢應該點做點樣做啊嗰啲。唔止係電影開播，有時電影嘅大牌都要我設計咗，俾300蚊一套戲俾你。即係等於其實嗰300蚊啫，等於你日日搭巴士入去，都差唔多都用起咗㗎啦。中國人對文化嘅其實個承傳其實真係好太過忽略。我哋只能夠喺啲圖像裏邊去揣測一啲嘢。佢個衫係點樣着咧？由底衫開始到一路着到上面係點接？係零啊！咁即係基本上你個造型全部都係靠想像。係啊，冇辦法。你之前你有冇睇過其他啲即係傳統嘅粵語武俠片㗎？有，因為太渣啦。太粗俗。其實都係粵劇嘅傳統服裝嘅身現。所有粵語片咧拍嗰啲武俠人物咧，都係年來走短嘅，收得花嘅，拎個個人都笠頂帽做出嚟就打親死㗎啦。個現實感係好單薄嘅。個武俠係浪跡江湖嘅，大部分都係只能夠着粗布衣嘅啫嘛。一個好重要嘅嘢，步向一個比較踏實嗰方面去發展。所以睇起上嚟呢，變咗先有講完啲嘢喺嗰段時間又覺得唔同。作為美術指導，董培生除咗喺人物造型上賦予咗武俠片一個全新面貌之外，仲喺片頭設計方面做咗好多實驗。開始嘅時候，用佢最拿手嘅插畫做背景，跟住就係嘗試加入立體效果，黑白片就係咁樣樣嘅。
發展到彩色拍攝嘅時候，又更加複雜。佢將電影畫面同埋插畫、字體3樣嘢結合埋一齊。除咗古裝武俠片，喺占士邦電影熱潮嘅影響下，先學港聯又改編咗唔少諜戰動作小說。董培生嘅片頭亦都跟住變得好摩登，好似喺呢度咁，用咗拼圖嘅手法。繼而係用60年代西方好流行嘅迷幻圖案色彩，翻去結合古裝武俠片，結果係耳目一新，效果出色。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部分啫。其實我仲有一個部分。嗰陣時咧，粵片得4條院線嘅啫。有3條院線我做咗。67年之後全線崩潰，越南好咗，印尼好咗。馬來西亞又開始對中國話嘅限制，即係本外發冇得做。咁再加本地市場萎縮，市場崩壞流失，粵語片式微，董培生嘅電影生涯亦都跟住告一段落。咁你做咗咁多年插畫，有冇一種感覺，即係俾人忽略啊？當我發覺原來我用咁多心機去畫嘅插圖，只係差唔多對花咁樣，係一個裝飾品。當有一個編輯話：哎呀，你畫啦，畫翻啦，冇咗張圖，成個畫面垮晒㗎。太滯。咁我又決定放棄。嗰陣時咧，老闆話要加漫畫版，我話我知畫漫畫要度橋，冇橋又畫唔到。後尾點解又要我畫咧？我話你畫得，嗱我唔寫橋嘅，我得啦，你畫啦。我揾人同你寫故仔咯。咁啊，初就喺新知嗰度畫。東方日報開要我畫，咁我畫啦。但係需一樣嘢，需手痕。咁嗰條橋去到嗰度咁樣收尾，好平淡。成日改橋，再改人哋嘅收尾。寫橋嗰個係商台嗰個18樓 C 座個情説門，我個人都唔鬼寫，唔鬼寫大件事啦。個檔開咗啦，咁點咧？咁咪焗住寫埋佢，係咁樣。1972年起，
董培生用唔同嘅筆名創造出波士周時威、豪放女、朱義盛、鞋底秋、爛命倫、安定榮、老千王多個多姿多彩嘅漫畫人物，喺香港嘅大小報紙、唔同類型嘅週刊雜誌裏面出現，針砭時弊、嬉笑怒罵，大受歡迎。每日嘅讀者超過100萬人，仲未包括東南亞同歐美嘅海外讀者。漫畫連埋插圖、封面，總數超過30萬張。排山倒海嘅工作量，令到佢每日起碼要做16個鐘頭嘢，睡眠時間長期淨係得返4個鐘，365日全年無休。1989年，董培生決定全家移民加拿大。移民唔到個鋪，唔到。我喺邊度嚟嘅咧？我又點會去香港嘅？我係完全睇到嘅，冇變，從來冇變。嚟嘅時候係89年，嚟咗之後仲做咗10年，淨係漫畫咯。點解做咗10年之後就停咧？冇得唔停，成個報紙行業係俾阿黎生打到打到反晒艇，執笠咯，即係報館執笠咯，亂晒龍，成個行業亂晒龍。喺呢個時間一定要去自己去揾翻你曾經中意嘅嘢。03年嘅時候咧，我喺香港係開咗一個展覽喺大會堂嗰度。咁啊，阿茶生就做我嘉賓，同茶生講有啲遺憾，即係咁耐從來未曾畫過你嗰啲畫。早嘅時候又婉拒咗佢嘅邀請過明報。忽然間諗，如果我將金庸小説將佢畫成可以喺牆上邊掛喺度，供人欣賞嘅，係一個 idea 嚟。一諗到呢樣嘢嘅時候，就徵求茶生嘅意見，先畫咗張畫先，就係小龍女喺個古墓裏邊。影咗相俾茶生睇，茶生睇咗之後就話：你放心畫啦，咁就開始咗。塑造一個茶先生小説裏邊所描述嘅人物嘅時候咧，你要想像佢嘅背景，唔係話單係一個你獨特嘅造型咁簡單。
陳鈺佢利用我去寫個社會上嘅飛人。好多人物係好早前已經出現，可能第一集出現嘅，但係嗰個場面咧，可能第5集先有，咁你要追翻嗰個人物嘅造型，追翻好多嘢，係嘛？可能過程裏邊，嗰個人物會變成點，你又要追翻，所以都幾複雜嘅。花會嗰班人去追張召重，佢冇講到個出發嘅情景，呢個係我自己構思出嚟嘅。因為我畫嘅時候，我有一張12長尺闊嘅畫紙嚟畫，咁樣將15個人一字橫排，會造成一個好大嘅壓迫感嘅。小說裏邊描述嘅呢15個人都完全係獨立嘅處理嘅，每一個人嚟冇丁咁多相似相同嘅地方，所以我就加少少嘢啦，將15隻馬都畫到唔同樣。係咁啦，我而家嗰個畫畫嘅心態係乜嘢？係喺度享受，係享受嘅過程裏邊，又係享受掙扎嗰種快意啊！單係決定喺邊個地方用咩顏色都要諗。好多人好中意乾隆王喺西湖選記嗰張畫，其實我喺最後階段12尺嘅畫畫好晒，着咗色之後，我幾乎想放棄。畫畫嘅時候咧，一定要忠於個小說。小說作者寫嘅時候，好主觀嘅概略去寫，但係處理個光啊色嘅時候咧，我要中意原著嘅。蓮花你一定要用蓮花嘅顏色啦，係嘛？都個蓮花畫咗落嚟嘅時候，個顏色係從成張畫甩咗出嚟。個蓮花你係覺得甩咗出嚟。即係跳咗出嚟，用埋冇辦法用得埋。撇咗我就要將佢降
將我識撳咗成4次先搞掂。如果唔係我有一個係咁即係咁惡咁搶咧，我接受唔到，唔要唔要。7個女仔都係俾韋小寶用迷香迷暈咗，今日梗係咁達咗到啦。8個人裏邊6個以上係養面嘅，冇明星中意咁樣畫出其實更難，因為個下顎嗰條線咧，好容易就變咗醜怪嘅。自己俾個難頭俾自己做，試下玩。好欣賞嗰啲女性嘅手腳，呢兩樣嘢真係又係好難玩。佢8個人嗰個點樣交集啊，攞走嗰種鼻咧，你就會睇到晒個變態喺度，好好玩。係男人嚟啊嘛，一定要有一個係真係男人去做。就算你變性人，食咩荷爾蒙都冇用，天生出嚟就係咁，就係咁樣嘅。佢東方不敗嘅手，佢已經係纖細㗎啦，但係骨頭仲係硬嘅，一節一節。搽晒扣單嘅手指甲咧，都仲係你哋覺得係男人嘅手。男人同女人有一個好大嘅特徵就係咧，因為女人有個子宮，你唔係女人個盤骨，你係細嘅硬焗焗嘅男人屁股，膊頭再闊嘅幾角嘅，又着到點樣鮮豔嘅女裝都好，嗰啲係走唔甩嘅。當我照去塑造小龍女嘅時候，我就覺得唔對，就有好多電影拍好靚，我裝扮得好細緻咁樣。因為小龍女係喺個古墓裏，古墓裏邊一定係一個好恬淡嘅生活，唔會要鏡，你又唔使見人，又冇人會讚佢你幾靚唔靚啊！嗰個造型應該就係好原始，好原始。個眼眉係好粗，佢做乜嘢要掹眉？做乜嘢要畫眉啫？佢唔會做呢啲事噶嘛。仲能諗一個問題咧，就係長時間喺古墓生活，冇見陽光嘅，一定皮膚係好白，白到係蒼白嗰種，佢眼球都淺色啲嘅。所有電影都唔考慮呢啲問題㗎。有一次就係喺台灣展覽嘅時候，講一個叫馬爾公嘅教授，佢問我：你點解唔畫《紅樓夢》？我要等，要等，又有個衝動開始去做。衝動要由研究嗰本書開始，你先出現。近來就係專心去睇下佢咯。呢本書即係其實係好偉大，好偉大。佢描述嗰個層面嗰個複雜性，其實係好緊要嘅。可以話中國嘅一個最偉大嘅文學作品啊！畫《紅樓夢》係入世嘅，入到好細好細，係你冇辦法用潑墨，唔應該係用一個豪放嘅角度去睇。好多畫家去畫《紅樓夢》都係好粗糙。舉一個例，《紅樓夢》裏邊嗰啲男女主角，其實都係15歲以下嘅。你睇所有《紅樓夢》嘅畫，都係成熟嘅成年人，咁你已經係完全唔吻合。呢張畫咧係畫第一張《紅樓夢》，其實我睇到一個部分嘅時候咧，好感動嘅。
佢只係描述賈寶玉對嗰個妹仔金釧佢內心嘅歉疚。佢原來拜咩嘢咧？就係拜，因為佢嘅輕狂，佢導致個妹仔投井自殺。其實佢是但係一個井，無意去拜個金釧。呢段寫得好。咁所以我睇到個感覺好強烈。睇個係初秋嘅季節，所以我畫到咧成地都係落葉啦、枯枝啊，所有你見到樹葉、樹枝、牆嗰啲流出去嗰啲白，全部都係用單宣流出嚟嘅。單宣你當你一畫落去，一碰落張紙嗰度就會散嘅，會融化嘅，你冇辦法將佢固定一個位置嗰度。但係呢啲全部係故意流穿晒。之後再着色。好似我而家畫緊呢個寶玉燒穿咗嗰件好重要嘅球啊嘛。前文病得好緊要嘅，夾硬起身去幫佢補，即係呢個係悲劇嘅開始嚟，即係我想佢用冷嘅色去做一個襯托，好似寶玉嘅緊張啊，呢個妹仔嘅緊張啊，即係都會形成一種嘅暖流。咁夠唔夠冷咧？需唔需要更冷咧？或者係咁樣就夠咧？咁都要做一個決定。天軍漫畫有好多人畫過啦，不過咁慘烈嘅咧，就好似仲未見過。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长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真声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清风笑，尽得寂寥，豪情海生扬，雨尽万丈。
喺紀錄片完成之前嘅1個月，好意外咁，我喺網上邊聯絡到一個董培新嘅收藏家。佢幾十年嚟對佢嘅插畫如痴如醉。唔單止咁，喺董培新嘅影響下，佢後來都成為一個小說作者。佢寫嘅書喺星馬一帶最高銷量有30萬冊。因為有些人只是有1本2本哦，我都是有整套。這些你有沒有看過？都有看，都有看過，都有看過。為了看小說呢，喜歡上插圖。1970多年，在初中一開始的時候開始看，讀完書之後沒有東西做，因為那時候比較落後，每個都追。然後為了找董培新先生的插圖，努力要寫小說。希望說有一天我的小說也可以成為，也有請董培新來幫我畫插圖。我初中生已經幫報館寫小說了，很多零用錢都是稿費來的，但父母親也不理。他說不要浪費錢，錢要存起來，不要買這些垃圾。我說這是寫小說資料來的，看了會讓我寫出更好的小說。這張儀的《董太太的美麗境界》，這些好像接着租書檔租回來的。對，租書檔，這個張貼是從租書檔裡面租回來的，然後就沒有退回去了，塊半錢、塊9錢、2塊錢這樣租回來的，所以這種事哦，至少說有30年的歷史了。在這裡的跟在檳城的加起來有10幾箱，有15箱，15箱，15箱。因為我收藏他的小說哦，最少哦有5000多本，開一個董培新的博物館哦，我這書足夠的。那個時候很多地方都有印度人的書包檔，容易借到書，3毛錢可以吃一碗蝦麵。一本董培新畫的小說啦，要塊半錢到2塊錢哦，很昂貴的消費，你知道嗎？然後我們中學生為了不吃飯買了下來看的時候，為了它封面不去還給印度檔的主人哦，收存下來哦，這個押金就沒有了嘛？押金就沒有了。然後這個是學校圖書館，學校圖書館，校長送給我的，因為他說放在學校裡面哦，學生不看這些東西了的，這些東西丟掉很可惜。然後這些啊都是從武俠世界裡面哦一張張都剪下來的，有插圖就剪下來了，其他不要。至少從300本剪出來點，所以這個是最接近南國電影的畫風，很簡單的線條，很簡單的線條。這是木蘭花的插圖，它黑白都抓得很準，所以他說他一張插圖哦，花了1個小時之內畫出來哦，很恐怖。這全部都是新，全部都是新知。新知雜誌後面呢有1篇武俠小說，1篇言情小說，都是由董培新先生畫插圖的。而且他也用了很多筆名，所以他線條簡簡單單哦，就把人物畫出來了。我為了不損害他的圖畫還用另外一個來定住，所以他圖畫是保存得很完整的，完全沒有損害到的。有時候經過海關不能過，要畫。這是海關海關圖的，這是海關圖的，好好的作品塗到這樣子去。這些漏網之魚，漏網之魚，所以更珍貴咯。然後這些是跟香港的獵奇書要回來的，當代好漢語。現在沒有這些底片了，都是電腦的。這些底片，1990年代、80年代的產品來的。還有這個也是它是很好的作品來的。墨女與收聲詞，董先生的水彩比黑白稿更美麗、更漂亮。每一本每一張都是傑作的，香港沒有多少個人可以畫到這樣的水準的。光暗顏色對比都非常的漂亮。他在那個三毛子小說的每一張封面呢，都是無價之寶，很漂亮，都很漂亮。這幅是油畫來的，對啊，這個太厲害了，很漂亮，很漂亮。這兩個是最漂亮，很美。像鐵拐俠刀其實它從早它有分2個版本，這是後期的版本。
这个是最早期的版本，最早期的版本哦，没有这个篮筐的，所以这个这种版本哦，很少人会有。从东中汉景色来的，应该是10多年前的了。王章这篇写的最好，他跟黄沾是很好的朋友。对，这几张都很漂亮。这刘天赐帮他访问的，还很年轻，很爱笑哦。像一个老顽童。对，心无城府。后面也有他画刘天赐，对。这是个大时代的精品来的，香港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时代的。我看过很多中国的艺术家，香港的艺术家，只有香港才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人物，中国也产生不到，这样香港也要起飞。所以时代咯，现在时代不一样，结构不一样哈，很难找到第二个董培生。1991年，董培生拜師嶺南畫派大師楊善深門下。點解去到咁遲先至正式拜師咧？好得意。其實我香港嘅時候咧，想拜楊善深為師，但係佢唔收。即係香港嗰時已經想拜佢啦。係唔收一次兩次唔收。即係我移咗民去溫哥華之後咧，我叫蔡志忠你幫我搭埋單，佢俾面蔡志忠先生我。咁啊，楊老師身上高你學習嘅係咩？你學到嘅係咩？文張畫點樣完結？整張畫嘅結構喺邊度去做一個處理？成張畫係可以生色嘅。你點樣去將嗰個好似空嗰度調節好佢咧？做錯咗，好似成張畫就破壞晒，好緊要，好緊要。好多時我就會問佢啲問咯，諗到有啲咩問。個要訣喺邊度咧？係冇缺嘅。一定要喺過程裏邊，佢先至會到達嘅。單去想像唔得。其實每一個人咧，過程裏邊咧，一定有好多個關口。你驚避咗佢，咁啊大劑，永遠卡住。係不斷去做，咁到過咗你都唔知道。董培生與我，其實我同董先生早就應該認識㗎啦。我哋都有一個好朋友林冰，冰姐係一個好出色嘅娛樂專欄作家，成日請朋友上佢屋企食飯。但係好奇怪，喺佢在生嘅時候，我同董先生從來冇喺佢嗰度碰過面。直到2012年，董先生喺香港開咗個小型畫展。我因為研究先學港聯嘅電影去訪問佢，先至第一次見面。我覺得好幸運，因為喺佢身上高，我可以再一次觸摸到一個偉大藝術家嘅創作思維同埋方法，體會到真正創作自由嘅感受。董培生與我，係我向董先生表達我嘅敬意最低限度可以做嘅嘢。
我而家最期待嘅係早日可以睇到佢決定咗要用楊善深老師留俾佢嘅一張畫紙去創作嘅《大型紅樓夢》。